很冷哦。气全开，很冷。哦，都好热。喂喂，测试123，喂喂喂，
兄弟姊妹平安，五日节欢喜的节期，若有年假吼，大家可能拢有真好的安排，甲欢喜的日子。来，游完早起，咱来圣殿敬拜，咱大先就来锻炼圣诗52首，阳光归于圣父上帝。第二则歌词应该咱无问题吼，就是洗咱罪过无下书，洗咱罪过无下书。另外大概就无有较特别的所在。来，咱来吟第一节、第三节。圣父上帝，阳光随圣家上帝。阳光归地，相信上帝，阳光归三位一体。阳光，阳光，阳光上帝，阳光主高万万世。第三节，阳光归落高万万里，将天塞作恶淫事。高宽阳光，无尽无穷，无路长我有丢丢。阳光，阳光，阳光上帝，万王的王高万世。咱过来看一首204首。我真爱讲这故事。咱来吟第一节、第三节、第四节，吟三节吼。来，请。我真爱讲这故事，天顶奥妙的事，论出遐大的。阳光，已经被大人爱，我真爱讲这故事，因为我在世时，予我心安咸知足，也亏芳菲的美，我真爱讲。这故事，就天也讲这故事，永远新鲜的故事，少年听我的主。第三节，我真爱讲这故事，亲像乐器的声。逐摆若想若出去，若讲也若好听，我真爱讲这故事，世人真多袂听，上帝圣经所记载，福音救人的声。我真爱讲这故事，就天也讲这故事，永远新鲜的故事，少年听我的主。第四节，我真爱讲这故事，虽然听到熟悉。犹原那摇那吹打，希望爱听高曲，高伫阳光的所在，在吟天顶的诗，也是纪念这故事，救主仁爱无比。我真爱讲这故事，就天也讲这故事，永远新鲜的故事，少年听我。
请咱闭眼心来礼拜。上帝所爱者就是忧伤的心。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无要看轻伊。圣诗第52首，荣光归伫圣父上帝。圣诗第52首，荣光归伫圣父上帝。会众请起立。荣光归伫圣父上帝，荣光归圣家上帝，荣光归伫圣神上帝，荣光归三位一体，荣光上帝，荣光从高万万世。荣光归伫天蓝的主，世人最高
咱游玩徛咧，宣读使徒圣经，伫圣事的头前面，请掀开斗阵，坐声讲：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定时过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活命。阿门。会众请坐。启应文第9篇，启应文第9篇，伫圣诗的后壁面，我来启，你来译。过失得到赦免，罪过得到压砍的。这人有福气。耶和华无算伊有罪，伊的心无奸诈的。这人有福气。我真正的时，我的骨头孤单。因为我同日大声喊，我对你排列我的罪过，无隐瞒我的罪恶。我讲，我要对耶和华承认我的过失，你就赦免我犯法的罪。因为安尼，既若虔诚的人，伫通找到你的时，就祈祷你。大水泛滥的时，的确无到伊遐。你是我闪避的所在。你要庇佑我脱离艰苦，你要用得救的歌赐名为我。我要教示你，指示你应该行的路。我要注目看你来劝诫你，唔通亲像马，如因无知识，就用马架姜、麦勒索约束伊。若无，伊就唔过我你。予人受侪侪苦难。独独我靠耶和华的人，要有慈爱四面为伊。恁义人啊，就因为耶和华来欢喜快乐。心正直的人啊，恁就出欢喜的声。祈祷，请三角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阮来到恁的面前，仰望用诚实甲悔改的心来敬拜你。阮真知你是公义圣洁的上帝，看透阮内心每一个角落，连阮上隐密的心思你拢知。今仔日，阮恳求你的饶恕甲怜悯，因为忧伤痛悔的心，你无要看轻伊。求你，互阮创造清气的心，让我的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求你救我脱离人的罪，互阮大声吟诗学乐你的意。主啊，阮会当献上上好的祭，就是顺探你的旨意。求你，互阮游玩得到你救恩的快乐，赏赐阮有自由的心来扶持阮。阮就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有罪的人就要顺服你。感谢主，万项事拢有你上好的旨意。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好了，请圣歌队。今仔日要吟的诗歌是《灵敏悠远保留》。
人民也保留，人民也保留，人民也保留为我。圣经记载伫诗篇第32篇1节到7节，有写伫周报的上后一页。我来读。第1节，过失得到赦免，罪过得到压砍的，这人福气。耶和华无算伊罪有罪，伊的心无奸诈的，这人有福气。我真正的是，我的骨头高大。因为我同日大声吼，因为每日你的手动动刺我，我的情欲变亲像夏天的大潮。我对你排列我的罪过，无隐瞒我的罪恶。我讲，我要对耶和华承认我的过失，你着赦免我犯法的罪。因为安尼，既若虔诚的人，伫通找着你的时，着祈祷你。大水泛滥的时，的确无到伊遐。你是我闪避的所在，你要庇佑我脱离艰苦，你要用得救的歌赐名为我。正道，今仔日的题目是蒙恩的人，请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的怜悯，要为阮来保留。遮尔深的怜悯，互阮对救赎的恩典中，通脱离阮的罪，来亲信顺服。恳求主圣神帮助阮今仔日，借着主你的话语，互阮会当脱离阮本身的罪。我当心来对你，愿安尼祈祷仰望是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诗篇全部有150篇，伫这150篇的诗篇内底有7首是忏悔的诗，有7首是忏悔的诗。诗篇32篇，今仔日咱所读的诗篇就是其中的一首。伫忏悔的诗内面，咱会当看到诗人伊是安怎来脱离家己的罪过，行向上帝。咱看到诗人是安怎对家己原本是符合家己心意所想的遐一切，充满遐欲望的祈祷，活当心调整家己，诚做符合上帝心意忏悔的祈祷。这个忏悔诗，互咱有一个愿望。有啥可能咱会想讲忏悔，敢若拢是种，好像要比较见不得人呐哈。忏悔会让我们觉得见不得人。总是这个忏悔诗，互咱充满愿望，因为对诗篇安尼来看，过失得到赦免，罪过得到压砍的，就是有福气的人。咱会当借着上帝慈悲怜悯，对一个原本不配得到恩典怜悯的人，诚做一位蒙恩，阁真正有福气的人。今仔日经文第1节、第2节，咱做伙来看。第1节、第2节则讲，过失得到赦免，罪过得到压砍的，这人有福气。耶和华无算伊有罪有罪，伊的心无奸诈的。这人有福气，罪过得到压砍的意思，并不是讲咱着爱将咱的罪过安尼砍起来、稳重起来、眼不见为净的迄种鸵鸟心态，不是。罪过得到压砍，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爱连头前迄句话做伙来看，是指上帝赦免咱的罪过的时阵，伫伊的眼中算咱无罪的意思，就是咱的罪过，当咱悔改，伫上帝的面前
咱的罪过受消除、受压陷的时阵，咱就是有福气的人。大部分的圣经学者拢认定诗篇32篇是大卫所写。咱对大卫的印象，我想伫大卫一生的中间上明显的罪过，大家让小想一下，你感觉大卫一生伫你的印象内面，伊上明显的罪过是啥物？会当讲一个不要紧，爱较大声的，无事无听的。哈？欧利亚，杀害欧利亚的某对。大家吼拢真深的一个印象，就是伊用诡诈的方式抢夺别人的某。这个某，阁是伊对伊真忠心的将官欧利亚的某。咱用现在的讲法，就是大卫是什么？现在的说法，大卫是什么？哈？小三呐、小三毋是查某，查某嘛是小三哦吼，破坏别人家庭的都小三吼。伫咱现在讲法，大卫就是现代版的小三。上帝拣选大卫，操练伊也一路倚靠上帝，成做君王。总是当大卫享受这一切成果的时阵，伊竟然就对内心发出歹意，想要抢夺别人的某。对伊心中开始产生迄个毋好的念头，然后进一步假的诡诈的计谋，佮因为伊本身是成做一个君王的官，就那亲像咱正经咧读诗篇第1篇的时阵所读到的，大卫迄当阵伊就顺探伊内心所行迄个歹人的计谋，伊也照安尼。行出一条罪人的路，拄好伊也坐伫5万人的位，迄个歹代就安尼来成。这一路大卫敢毋知影家己是伫做啥物吗？伊敢毋知伊伫创啥吗？伊为着抢夺欧利亚的某，伊就借刀杀人，将欧利亚害死伫战场。对欧利亚的死，伊敢一点仔感觉都无。对于遮尔忠心的将官，伊的死，即款的死法，伊敢一点仔感觉都无吗？大卫经历多征战，伊甲上帝的关系也毋是2-3句话就会当讲了。伊和上帝遮尔深的关系，爱讲伊无明白上帝的心意，我想无人会相信。总是迄当阵的大卫，伊受到魔鬼撒旦的迷惑，伊并无每日三思上帝的律法，因为伊若开始咧想上帝的律法的时阵，迄个罪恶就亲像死亡的锁链，甲伊填掉的，甲伊捆绑掉的，互伊强要袂喘气，就亲像亚当夏娃因。做了上帝禁止的代志的时阵，他们本能怎样？他们本能的就躲避，本能的就躲避上帝的面，因就躲闪上帝的面，想要用家己的方式，因想要用家己的方式来压陷家己的罪过。大卫迄当阵在想，也是安尼想讲啊，日子吼一天一天在过啦，非定吼欧利亚安怎死的吼？表面上是战争嘛，战争一定会有死人的嘛。无人啊，我心内安尼想吼，我是安怎甲伊杀害的吼，无人知影啦，只有我家己知影。所以日子，伊想讲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战争也有煞的时阵，就安尼这项代志，就安尼渐渐会受到人的忽略，就毋知影。这个代志啥物代志？就是欧利亚死去这项代志啊，吼。然后咧，大卫就会当就地合法，对无？就将欧利亚的某带入来嘛，就地合法嘛。不过照安尼来看，大卫敢是一位有福气的人咧。第30、第40，诗人继续安尼讲：咱若是大卫安尼想。
就是我真心的时，我的骨头孤单，因为我痛入大声吼，因为每日你的手重重刺我，我的精力变亲像夏天的大树。当台笔静静无要饮醉的时，毋是安静听候这个罪恶过去哦，伊是安尼无毋对，总是当伊安尼静静要听候这个罪恶安尼自动消失，伊无要饮醉的时，伫上帝眼中，伊果然就袂算做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就算在人来看，伊是一个啥物拢无欠、福杯满满的人，伊是一个王，逐项有。总是伊内心的迄个鬼诈，就亲像迄个蟒蛇吼，大只迄个蛇，那个蟒蛇在缠绕猎物的时候，会安怎？倒啊，像我们扭毛巾这样子，扭毛巾越扭越紧，要把那个水挤掉。代表心中迄个罪恶，就亲像蟒蛇在缠绕猎物。用缠脚的方式，导到互迄个猎物翕死、窒息而死。蟒蛇是会越缠越紧的，就亲像死亡的锁链，代表所犯的罪恶，就亲像安尼，伊的性命，伊甲上帝关系也渐渐行往死亡。伫表面上，上帝互代表的稳定算袂了。上帝大大赐福伊，代表心内所想的一境亨通，总是原本遮拢实在属伫代表的福气，到即个时阵拢变做是虚假。只有代表家己知影，伊已经无法度亲像一丛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反倒亲像经历夏天的大树。热风一吹就孤单。咱即马伫外口拍摄，若中昼的时阵，莫到中昼啦，差不多10点，咱若徛伫马路吼，无迄个树啊，无啥物，真正吼会拍甲臭焦去。人真正会拍甲臭焦去，毋免拍偌久，1点钟、2点钟就挡袂牢啊。代表的性命就亲像安尼，就亲像经历即款遮尔炎热的烧气。热风一吹就强要臭焦去，因为迄个出伫诡诈的罪过，迄个出伫诡诈的罪过，上帝责备，上帝刑罚，每一工每一暝拢重重刺伫伊的心上，伊规个人亲像是趴伫旷野的骨头，已经孤单的骨头，所以伊阁讲第3集、第4集，伊就讲。我真无要饮醉时，我的骨头孤单，因为我痛日大声吼，因为每日你的手重重刺我、刑罚我，我的精力变亲像夏天的大树。有一摆牧师甲青少年团契上课的时，上只要真理课，咱有讲到原罪，就是咱人原本就是对亚当夏娃的迄个原罪。原罪就是滥觞使用上帝互咱的自由意志啊！因为遐个青少年团契的人真古锥，伊就讲啊，牧师，伊就问讲啊，牧师啊，若是安尼犯罪吼，啊，上帝哪会毋安尼禁止啊？就是将咱的意念吼控制在一个不会犯罪的状态下。我讲上帝互咱一个真好的礼物，就是自由意志，互咱会当做选择。他给我们一个很自由的意志，让我们可以做选择。总是诚做人滥觞使用这个自由意志，亲像亚当夏娃就犯罪。好，这个原罪就是对安尼来的。咱滥觞使用咱的自由意志，咱有时就无有任何的理由。就想要来违背家己原本身迄个良善的心意，咱就会来违背原本上帝遐尼好的真理。牧师就用一个例，举一个例，甲因讲，甲因说明，
我就举一个例讲，即摆青少年拢是有手机啊嘛，吼，你若禁止伊的手机啊，伊阁有电脑，阁有平板，因为即摆的学校因的功课有时爱透过电子档做上传下载，所以你无法度完全禁止伊莫用遐个物件。时代在变啦，吼。总是有时因为伊手机内面物件足多，有时因若无拄拄是看功课，还是查资料，因就会看一寡咱家长讲有诶无诶啦。啊，对因来讲绝对毋是有诶无诶，对因来讲是诚趣味诶物件，吼。啊，因就看，我就讲，是毋是有时啊恁下课转来，有时啊吼足忝诶。啊，食饭了后就想要喘一下啊，吼！啊，你可能想讲好，安尼7点我来写功课，你家己暗算哦，你已经头壳一定想讲好，我着看手机啊，看到7点我着来写功课。结果呢，6:58的时阵，拄啊好，你的爸爸还是你的妈妈，着雄雄讲一句话讲，啊，莫阁看啦，你会赶紧去写功课吼。结果会安怎？恁感觉因会安怎反应？你愈安尼讲，我就愈挑工，我就愈无安尼做。明明我着心内，吼，囡仔人的心内一定想讲好，我念伊着爱藏咯，我爱去写功课啊。结果老爸老母一句话安尼讲入来，虽然老爸老母讲的和我心内所想的是共款的哦。因为我念伊就要来写功课啊嘛，我就准备要手机啊放一边，莫管伊啊，莫阁看。啊，爸爸妈妈安尼一讲，我就超过伊，我无爱啊。啊，无爱是安怎无爱呢？因就大家拢有异口同声啊吼。我讲尼结果是安怎？因异口同声安尼讲。啊，就心内生气啊，啊，就袂要紧啊吼。爸爸妈妈安尼讲，我就入去房间，电脑拍开，继续看，吼，看互伊看到他气消啦。你愈安尼讲，我就愈无安尼做。就算讲你讲的和我心内所想的是共款，我讲这就是咱三使用咱的自由意志啊。对这个例，咱发现原罪伫咱心上的影响力。愈是互人禁止的，咱就愈想要去做；愈是受到约束的，咱就愈想要试看，会当做到什么程度？就是那个底线。好，小孩都很喜欢挑战我们的底线。我想厝里的人，夫妻，吼，爸母是安尼，夫妻彼此，我毋知大家所想者。吼，伫咱和别人斗阵，特别是咱较亲近的人斗阵的时阵，是毋是有即种情形？第50则讲，我对你排列我的罪过，无隐瞒我的罪恶。我讲，我要对耶和华伸伸我的过失，你就赦免我犯法的罪。这是代表对上帝的认捌。伊深知上帝的确会安尼对待伊，总是伊犹原也无勇气来信任，可能是伊面子的问题。就亲像遐拄则所讲的遐青少年，他们面子挂不住。我是自己要去读书的，我不是因为你讲我才要去读书。面子挂不住，伊就是挑工我无爱安尼去做。无论安怎一句我毋对啊。我毋对啊！即句话代表讲袂出嘴，就是讲袂出嘴啦。心内一定感觉家己已经毋对啊，总是讲袂出嘴。总是上帝疼世间人，何况伊是伊所拣选的代笔的。上帝一直拢有互代笔一个通认罪悔改的机会，互代笔会当脱离夏天的热气甲打扫。会当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互代笔袂抵到伫最后审判的时阵，才悔不当初。上帝一直保留一个空间，保留一个机会，
保留伊的灵敏和代笔。总是到遮，可能有人会问讲：啊，既然咱想啥物做啥物，上帝拢知影。既然伊是慈悲灵敏的上帝，啊，上帝就直接赦免咱就好啊。规定上帝拢知影嘛，阮咧想啥，阮咧做啥，上帝拢知啊。伊哪毋直接赦免咱？上帝哪会遮尔爱计较？吼，哪会遮尔爱计较咧？拄则有讲到咱和厝里的人，有时啊也有即种情形。有的家庭，特别是父母较有威严的家庭，彼此中间若有无共款的意见，会感觉也无必要沟通啦。直接就讲结论，你就是照安尼去做就对啊，你就是照安尼做就好啊。心内会想讲啊，非定一家人啦，最后一定会了解的啦。夫妻啊，伊会了解我，我会了解伊，吼，安尼就好啊。我讲准算，我来决定。啊，父母和囡仔咧，就是父母讲了准算，囡仔人有耳无喙，这是咱华人文化常常会发生的代志。总是时间久来，真正会互相彼此了解吗？时间久来，敢就会彼此就会自然安尼就了解。大部分的咧，拢是彼此的距离，我们彼此的距离，只会哪来哪遥远啊，只会越离越远。人甲人是安尼，咱人甲上帝同款是安尼。若是照安尼来看，用威严的教育方式，无想要沟通，即种的教育方式，上帝是上有资格安尼做。总是连上帝也袂捌安尼对待咱，上帝也毋捌用遮尔啊威严的方式来对待咱。伊容忍咱有失错的时，伊互咱有空间去做调整，因为伊知咱不过是人啊。慈悲灵敏的上帝无想要就安尼和大卫愈行愈远。就伫大卫同日大声吼，毋肯承认家己罪恶的时阵，上帝就差派伊的仆人先知拿单去指证大卫所犯的罪过。连上帝都知影爱沟通，连上帝都知影爱安尼小讲一下，何况是咱？好佳在迄当阵大卫无选择继续背逆。伊果然也无想要和上帝先愈行愈远。如果伊和上帝关系原本就无好，伊也袂同时大声吼。因为同时大声吼，就表示伊有完真质疑，伊甲上帝的关系。大卫的心内真清楚，伊所有表面上遐的一切。完全无法度替换补足伊内心失落上帝的迄种的空虚。虽然伊伫外表看起来是啥物逐项拢有，总是遐阳光、遐的富有，无法度替换伊内心的空虚啊。当先知拿单当面指出伊迄个真见效的罪过，伊并无见效转上去。一开始有讲到讲，伊和上帝的关系，毋是两三句话就会当讲了。伊对上帝的信心，出对伊确实知影上帝对伊的疼甲保护。伊知影上帝是伊的牧者，这是上帝互伊回头的机会，是上帝互伊认罪悔改、真心接受上帝的疼的机会。上帝的灵敏由愿为伊来保留，上帝的推甲拐也拢安慰伊。只要伊愿意开喙承认家己的罪，上帝就要赦免伊，
并且会照过去安尼来听伊。只要伊愿意开喙承认家己的罪，迄个甜判伫伊心上，强要甲伊翕死的迄个锁链，也随时会受切断，或受斩断，互伊通进入迄宽阔的所在，互伊会当好好啊安尼透开一下，伊会受透放。第60、第70，大卫继续安尼祈祷讲。因为安尼，既若虔诚的人伫通找着你的时，就记到你；大水泛滥的时，的确袂到伊遐。你是我闪避的所在，你要庇佑我脱离艰苦，你要用得救的我性命为我。着趁通找着的时，着趁通找着的时，就是咱爱把握所有的机会。当先知拿单指出大卫的罪过，大卫无亲像亚当夏娃找理由，拢讲别人拢是别人的毋对。大卫也无用任何的方式来压看减轻家己的罪过，毋对就是毋对，伊着承认。大卫把握这个机会，谦卑家己，也轻看一位正做王迄个荣光的身份。咱爱想讲，爱一个王来承认家己犯罪是偌尔啊无简单的代志，是偌尔啊无简单的代志。总是大卫，伊就照安尼去做，伫上帝甲先知拿单的面前，伊承认伊所犯一切的罪过。每一摆信心，才着咱伫敬拜。聚会、读经、祈祷，迄才是透过各种的环境提醒咱。无咪人啊，你着无应该阁继续安尼的时阵，当上帝互咱伫心内无是遐尼平安，对一项代志、对一个决定，产生真大的犹豫、真大的不安、忧闷的时阵，伫迄个时阵。我们是要侥幸，用侥幸的心态，你毋知影。信心甲咱提醒的总是，咱都无爱看，无爱看，无爱听，无爱听，当做这项代志无发生，啊是会替家己找一大堆的理由，迄才是讲用一直来责备别人的方式来证明家己是对的。咱伫压看家己罪过的时阵，我毋知影，大家普通拢会用什么款的方式？咱若无法度承认咱的过失，往往是因为其实咱的心内，咱家己的心内已经看袂起家己啊。伫迄当阵，咱家己已经看袂起家己啊，所以咱无阁想互别人阁来看袂起。我们自己已经看不起自己了，就更不想让别人也来看不起自己。我们都不想接受二度重伤。当咱内心产生这么大的挣扎的时阵，也表示咱甲上帝的距离已经愈来愈远啊，已经有一段距离啊。咱内心对家己的犹豫。甲好认，也互咱对上帝、咱甲上帝的关系会产生一寡破碎的所在。对咱来讲，咱甲上帝的关系，若是开始原本是真密的这个关系，总是伫这中间开始有一寡物件，互咱安尼脱离上帝的时阵，这就是一个苦难。对咱来讲，就是一个苦难啊！表面上可能大家看起来拢同款，无啥物代志，总是咱的内心只有咱家己知影。只要咱一天无要承认家己的失错，只要咱一天无要承认上帝啊，我和你敢若已经无遐尼密啊，当咱甲上帝无遐尼密的时阵。这种的痛苦，咱也无要承认，这种的痛苦，
迄款的锁链，死亡的锁链，就一直会甲咱一直缠牢的。今仔是借着大别的咧，咱有真大的愿望。咱若是现在有即种的想法、即种的感受，感觉我和上帝的距离已经有淡薄仔，我已经对上帝已经毋是遐尔啊目的时阵，咱赶紧爱回头，连大笔就安尼。透过今仔日咱所看大笔的咧，其实咱有一个愿望，即个愿望会当催逼咱，来悔改认错。就是只要咱无搁牵拖，无搁找理由，马上承认家己的过失，上帝就的确会成做咱躲闪的所在。上帝就的确，这是肯定句，这是肯定的。上帝就的确会成做咱闪避的所在。咱袂阁因为即个无愿意承认的即个罪过，同日大声吼。我们不会再为了这样的痛苦日夜呻吟。在耶稣基督内面，只要咱谦卑悔改，承认家己用别个神来替换上帝。顶礼拜有讲，咱甲上帝中间无任何的物件通取代上帝对咱的疼。总是咱若是因为某一个人、某一个代志、某一个事件，替换咱心中的迄个平安，替换咱心中伫意伫上帝的时阵，迄个物件就成做咱的偶像，迄个物件就成做别个神啊！咱就要承认，咱是毋是心中有将别个神来替换咱心中迄个真正的耶和华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咱就爱谦卑悔改，咱的过失。今仔日的第一集，若是安尼，咱的过失拢会当得到赦免，完全拢会当得到赦免，罪过也拢得到遮堪。伫耶稣基督内面，咱拢是有福气的人，也是蒙恩的人。第40经文讲，耶和华无算伊做有罪，伊的心无奸诈的，即人有福气。代表一个军队上帝甲上帝关系遮尔亲的人，虽然伊犯了遮尔严重的罪过，伊不但违背一位君王甲人神的迄个伦理，也违背世间人良善的风俗。代表伊伫私底下所做的代志，互上帝摕到日光的下面来检讨。总是伫代表承认家己的过失，伊的心无阁有奸诈，耶和华就算伊无罪，伊就无算伊有罪。伊也对家己的迄个苦难的中间受透放，互上帝算做是有福气的人。直到今仔日，虽然代表犯了遐尼歹看的罪。我们都说小三真的是很可恶，咱现代嘛说小三真的很可恶，不可原谅。只要一被媒体揭露出来，哇，伊实在是真可怜。总是当大别悔改的时阵，到今仔日，伫逐世代咱基督徒的信仰团体中间。拢称大别做合伫上帝心意的人啊！即使他曾经犯了这么见不得人的罪，但是当他在上帝面前悔改认罪的时候，历世历代的信徒仍然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人。大别会当安尼。伫耶稣基督内面的咱，也一定会当安尼。望咱每一位基督徒，
拢会当亲像大笔，伫上帝遐尼深沉的灵敏的中间，赶紧对家己的罪恶中行出来，经历主的恩，经历主的疼，诚做合伫上帝心意的人，诚做一位蒙恩的人。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伫阮一生的中间，有侪侪阮懒散使用你赏赐互阮的自由意志，直到阮做侪侪错误的选择，总是伫即个过程的中间，阮也经历主的赦免。侪侪稳定的故事，拢伫阮的身上。这个故事诚做阮的安慰甲快乐。求主帮助阮，互阮伫未来的日子，也会当继续脱离阮内心的罪恶，通继续圣洁的交通，得到主的欢喜。愿安尼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回应的圣诗。圣诗第204首，我真爱讲这故事。圣诗204首，我真爱讲这故事。会众请起。我。
高这故事，永远是心的故事，少年听我的事。阿门。会众请坐。奉献，请长方的同工。会众请坐。公道的事项记载伫周报顶面。大道事项教会异象，成全众圣徒，万民皆祭司。第一项，感谢主，你是我闪避的所在，庇佑我脱离艰苦，让我会当伫你通找到的时，祈祷你承认我的过失。第二项，为肢体有雕样的单金子、老回音、单王兰、红干鸡、单德明、老秋敏、单丽水、胡义梅、杜蕉、曾宝玉、单秀良、赖胜雄、单义利、林以乐、朱小雷、洪英德、孙兆正。福建的有单兆明、刘惠忠、李碧玲、苏罗达桑、林美金、李念智。化疗的有黄景如、陈怡君、李雅娜，还佫有住院的洪千惠的父亲。第三项，为着台湾总统大选特定阵营的候选人，会当提出核心心意的德国方向、理念甲政见，咱大家来祈祷。求你来看顾保守教会。心，家己的罪过，当看见家己的不足，亲像大卫王共款，天气反着当记，家己的过失，主，祈求你怜悯，求主看顾保守，教会中辈会当得到医治，这一摆求主你来看顾保守。总统大选，当我选出一个合心心候选人，求主你来
纸，求你来听阮有声无声的祈祷。求主看顾保守阮，伫即礼拜来想念阮家己的过失，会当来祈祷你承认家己的过失，嘛求主来看顾保守教会的长辈互因的身躯、心灵拢得到医治，嘛为着今年的台湾的总统大选，会当选出合心意的方向。现主时，阮要用主你所教示的祈祷文，坐声来祈祷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试，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灵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报告，请来看周报。后周的事工伫周报的头前面，请长官的同工来注意。我来报告教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拄着五日节的连假，主日爱餐暂停一摆。第二项，本主日下晡2点伫建成国中的篮球场。对有本场的福音篮球队甲大安教会进行友谊的比赛，欢迎到球场甲因加油。第三项，台北中会来批要派黄牧师担任李春生教会的小会议长，对7月1号开始。第四项，7月2号下晡3点，本场的青年郭振尧传道甲杨秀文传道要伫台南中会德光教会封牧就任教育牧师甲宣教牧师，咱甲恭喜啦！我嘛知影有真侪人要落去甲恭喜吼，真正恭喜郭爸郭妈啦！因真正无简单，希望因继续为主来做见证。第五项，7月8号。上午10点召开中职会，下晡2点举办中职训练，下晡5点半召开小会，请中职来注意。第六项，第三季复赛排班表已经排出，已经放伫各周报拢放伫团契内群组吼，请大家来注意。第7点近期有流感、甲类流感，阁有 COVID-19 肠病毒甲伊个疫情升温哦，请大家加强家己个个人的卫生的习惯身体若是有无爽快，请治好喙安。风险的免税若是有漏交，还是错误，请干事还是会计来纠正。上营圣诗509首，乌老天父万福本源，因此线请牧师祝祷，会众请起立。稳定，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扶持甲帮衬，互恁众人伫主的灵敏，甲主哪行哪困苦，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众请坐。密岛笔花，请到1楼交易。今仔日无爱餐请大家来注意。